较早超商有真侪人，一大批民众排队等要付钱，想要到一看柜台顶悬的电视，出现要求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离开台湾，后来咧排队的民众看甲硬气。进超商买饮料，然后要结账的时候就看到电视墙，就想说，怎么会是这样的标题？就觉得很傻眼了。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2号晚间顺风来台，引发国际社会关注。没想到3号早上却有民众前往某间超商时，发现电视墙上写着不欢迎佩洛西的字句，让他猜测是不是电脑系统遭到骇客入侵。因为电视荧幕出现的用词真激烈，嘛互外界质疑敢是真的，嘛咧又敢是系统防入侵。无受影响的店家表面受影响，先甲电视关起来。业者解释讲是厂商受不明来源影响，目前已经请厂商修理，门市正常营运。佩洛西来台跟这件事有关联？一定有吧，但我不知道为什么台湾治安没有到这种程度，被他们害进来。即马佩洛西来台湾访问，话题不断，想要到连超商的电视嘛受影响。业者敢会报警？详细原因阁要进一步调查清楚。我是吴依璇，想要跟我一起看新闻吗？现在就打开华视的 YouTube 频道，按下订阅，还要开启小铃铛哦。